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马里奥军英雄回国，咱的亚党选手陈文辉、洪婉玲，甲台军队的罗嘉玲、跳远的林玉彤，今日已经先转来，最后一批选手明透早嘛会转来台湾，时间会派出3架 F-12V 战机去甲接。8月16日拜五英雄大游行，邀请众人来庆贺。 民众热情发声迎接奥运英雄亚当陈文辉、彭婉玲甲台军队罗嘉玲踮建林运动会台，带上2届比奥运第头一轮输去。比赛了后，伊阿兄甲爱离开的罗嘉玲讲要成英雄，重新再出发。目前的状况就是先休养，然后让他到好之后才会有之后的比赛。我们是有找到问题的方向，所以之后也会去做着手的改善。虽然没有办法拿奖牌回台湾，但是很满意这次的成绩，那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彭婉玲早做作的服装去巴黎，伫社群引起讨论，让世界更加看到台湾。林玉婷在台湾摕到历史性头一块奥运木性具金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鸡排珍珠年茶作为庆祝。党主席朱立伦话希望明年成立体育部，听运动员来领鸡排的囡仔是为无国更入性别正义的林玉婷加油鼓励。林玉婷，我挺你。很感谢他为我们那个台湾争光体育界争光，拿到金牌也不简单呢。 加油！包含林玉婷最后一批奥运国手13透早会转来国内，比较东京奥运的前例，空中3台 F-12V 战机会进行盘飞。总统赖清德16会接见奥运代表团，佮举办英雄 Party， 甲台湾英雄大游行，要互代表团接受国人的鼓励，分享巴黎奥运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欢喜。记者综合报道。 这届巴黎奥运，咱木性具是摕到好成绩。不过2年前，新北一间木性具的训练馆办比赛，却发生惊死人的代志。因为现场无安排医护人员，这受害者送医了后是脑死救袂倒来。这检方是依照过失致死，甲这个馆长起诉。今仔开庭，这死者的家属嘛强调，绝对袂和解。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没有设置医护人员？ 对媒体追问被告的姓丁的馆长拢无讲话。2年前，伊伫新店一间拳击俱乐部来举办友谊赛，不过比赛现场并无设置医护组。比赛过程中，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头壳互大力木着，互拍倒伫涂骹。落场了后，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最后宣判脑死。结果馆长控告过失致死。只是草率这样做一个检查就让他去比赛，我觉得这样子，你看像我儿子这样就走了，对我们是一辈子的遗憾。 法院12日开庭审理，家属无到接受一条少年性命就然死去，要求法官予伊一个公道。由咱拳击好手才伫巴黎奥运摕金牌，教练讲这几个国际拳击比赛一定以选手的性命安全是重要考虑，无可能无设置医护组，而且身上耳仔以上、后头裤，也个头壳碗、颔棍珠拢属危险的部位，是袂使讲攻击的。就是顺着耳朵，然后你身体一直到腰部这个位置之前都可以打。 耳朵以后就不能打，就是头后脑就不能击打。国际赛的话，国际总会就会有一定的要求，像这种晋升积极类啊，国际也会要求的比较严格。又高雄的道场也捌发生格斗赛有选手互拍一个分区，倒伫涂骹送医不治的案件。对于这个私人举办的比赛，是不是严守拳击，也是格斗的比赛规范？对选手家己有签切结书，是不是都免负责任？引发讨论。符合正常比赛规则底下的伤害。 我可以承诺说，这样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超出比赛规则的，好，这个呢不能够因为签了这生死状，我就主张说我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免除刑事责任。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把最高司法官的律师讲，切结书是不是合法？伊是不是合乎公共特殊甲善良风俗？那违背当然是无效。尤其距离比赛已经超过性命权的保障，希望爱负刑事甲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去年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即摆去用白讲大约2000几万，拢汇去某几间这公关公司，有做假销嫌疑。这民众党今仔嘛特别开记者会，强调是因请的过价小记唔对，这家己报去公关公司，党部这是完全不知情，嘛一定会追究法律责任。我也要向支持者。
和合作的厂商鞠躬道歉。当时是国民党竞总财务长的李文忠行礼鞠躬下失礼，因为民众党主席国民党最近陷入政治献金的风暴，承接主席活动的行销公司年奥甲是陆港无收到民众党申报3笔总共916万外的支出。民众党等去查小才发现讲，会计师端目前甲老高无报到大约2000外万，家己调税9笔，申报到是陆甲年奥以及木科这公司。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他说他时间来不及，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他去调节了当中的2000余万元，分成9笔申报，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会计师该负的责任，我们也会依法追究。现在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些事情尽速理清为准。经过第一阶段查核41万以上支出，发现17笔老高无报，还有5笔款项，后续来继续来清查。当时是竞办财务长的李文忠讲，当时甲监察院的申报是委交予外部的会计师，完全唔知影有老高无报情形。不过无尽到第2摆查核责任，会向党报请自行处分。国民党也亲身说明讲，政治现金申报数额真紧张，不过因为这个申报资料外包会计师大粗大意，造成数额会用上紧的速度向监察院补正资料。我们现在所有的支出，你知道都有凭证，都用在选举相关的事务。更重要的，他没有跑到任何个人的口袋里面。我也保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我们不会被任何挫折击垮的。身为民众党的党员，造成党的声誉受到如此大的伤害，我也会向党自行处分。党目前是发声明来回应讲，提供的签证服务拢依照法令规定来处理，相信监察院也个检调调查了后，先予会计师清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即马当咧做风台，早起一粒玛利亚风台已经对东京顶悬的油体定律，即沿海是超过10万人已经撤离到安全地区。即全国各地新干线甲飞轮机嘛有去影响到。不过即马唔那即粒玛利亚风台，边仔是搁一粒轻度风台叫做山神，按算伊的一路加过去，安尼日本本土过。那下骹嘛搁一粒热带性低气的，可能会变做新的风台，叫做安比。即个是3粒风台恐惊要做回来，若要最近有要去到日本的民众，嘛要特别注意。澳洲今透早是有一只直升机，唔知怎样摔伫一间饭店顶悬。这直升机顶悬是干那机师一个人是当场死亡。饭店员工甲游客有400几人，第一时间是赶紧逃命走出来。另外，伫咧乌干达是发生笨索山放弃意外，有真侪人去砍去，尚无21个人死亡。饭店6点半暝火光正大，天光了后，阁会当发现顶悬的围墙破去甲乌去，6点房间的窗仔门也拢碎去落落来。这件意外发生伫澳洲东北部城市凯恩斯，当地是通往大宝岛要道，边路车游客真侪。12透早2点，一台直升机雄雄落伫这间希尔顿饭店的楼尾顶，发出那亲像爆炸声。长期的普罗片啊嘛喷去饭店的游泳池甲下骹道路，饭店的大客甲附近居民拢窜一个，差不多400人紧急疏散。We just heard a bit of a swirling noise, like a big whirlwind, and I was lying in bed. I actually thought I was dreaming. And then about 2 seconds later, there was like a very loud bang, a couple bangs actually. The room started rattling and the doors and everything. And I quickly ran to the kids. They were up screaming and yelling, "What was that?" I thought we were under attack or something. 住伫饭店对面10公尺的民众讲，差1点去急到，心也真惊。也有其他现场看到的人讲，当时这台直升机伫落雨天飞甲真低，伫饭店顶悬转细了后，弄到楼尾顶失事。警方表示，机顶敢若机师一个人已经当场死亡，饭店内底有2个长者惊到，送医了后情况稳定。包租直升机的公司讲，这架飞行无经过授权，目前警方甲航空监管单位当日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换看乌干达。伫首都堪培拉，这个大型粪扫掩埋场，测查因为连续大水雨崩塌，这2天用手甲大型工具机挖掘找到20多具遗体。这个粪扫掩埋场伫堪培拉散车区，1996年起的，有14公顷宽。平常时常常有民众来遮捡塑胶杆仔做回收，也有人住伫粪扫山边啊。这个粪扫场每天爱接受2000吨的粪扫，已经是真棒啊！当局伫2016年就计划要甲粪扫山去别位，
不过即马拢无实施。发生这件重大灾难了后，乌干达总统除了下令军方协助救灾，嘛遂要求附近的民众爱撤离。There are families who are at a risk-prone area, which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Those families temporarily, we have requested them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go to a temporary shelter that has been set up. 当局当时下令铁闸先转本所山边会出现违章建筑，让民众生活在高风险的困境中。目前已经知影死者当中包括5个囡仔，救援五骨的工作还搁在进行，死亡人数恐惊还搁会增加。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讲到印尼要迁都港有影有遐尔简单。印尼总统佐科威是2019年宣布要甲首都雅加达迁去到1400公里以外的努山塔纳去。也那第一阶段的工程，按算今年8月17国庆进前得当完成。因为讲即马雅加达人受济，所以计划要开320亿美金来打造一个新的首都。讲安尼会当平衡经济发展，佮打造这绿色的城市。也毋过到即马这交通、甲招商、佮土地征收的问题，这逐项是拢无解决。讲到即马印尼要迁都，恐惊是无遐尼简单。外形像电视蜡像的印尼新总统府大楼看起来真壮观。为着赶上17个独立纪念日国庆大会，位于婆罗洲新首都努山塔拉的工程当咧积极完工。总统佐科威2礼拜前已经开始伫新总统府大楼执行公务。迄天的记者会也家己亲自调整座椅。12佐科威头一摆伫新都主持的第1摆内阁会议，伊个一摆表示迁都的未来目标。Salah satu alasan kenapa ibu kota pindah, karena kita ingin pemerataan. Karena kita tahu 58% GDP ekonomi itu ada di Jawa, sehingga kita ingin memeratakan untuk juga luar Jawa mendapatkan perputaran ekonominya. 内阁会议进前，各部会首长也顺势基础建设的时间进度，确保伫国庆纪念大会登场进前一切顺利。Sumber air baku untuk IKN ini ada 2 sekarang, Bendungan Sepaku Semoy, kemudian kurang lebih 10 km dari sini ada namanya Intake Sepaku. Intake itu adalah sungai yang dibendung, areanya diperlebar, airnya kita ambil menjadi air baku. Betul, itu yang akan digunakan. Dan sudah digunakan untuk mengisi air atau mengirim air di IKN。印尼表示，迁都带来55项投资计划范围包括小卖、物流、金融、观光、教育、医疗甲能源等产业，规模会达到30亿美金，大约新台币970亿。政府强调，新首都会建造绿色智慧城市，达到7成用地会留作森林绿地，只是施工期间土粉夜飞，当地居民真艰苦。未来恐惊也会继续面临交通塞车、工程拖延问题。加上目前海外投资甲招商不足，参后期土地征收等难题，互新首都的发展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4年一届奥运，唔那看精彩比赛，嘛带动全世界运动气氛。亲像讲，这届这中国网球查某单打部分是第一届摕到金牌。伫咧英国内，即马有足侪囡仔想要去学 tennis。也阁有巴西选手，即届是以0.033分赢过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嘛互袂少囡仔心肝底开始布一个练体操的梦想。外形显白的地气文伫巴黎奥运为中国摕到头一面网球女单金牌，那写了个人辉煌的历史，也鼓励真侪爱网球的囡仔。现在学了是整1年了，差不多。当时我看网球比赛的时候，就感觉郑钦文好厉害，我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中国各大城市的网球训练班甲网球场，伫地庆文传出大件的好消息了后，涌入真侪报名的人。北京这个俱乐部释出的名额，几分钟内就互抢了，连3岁囡仔也想要来试。我是从3岁开始学4年了，就非常有趣，就是有很多动作，老师在第1节课会给我讲，比如说切削、反手、正手、截击，每周都会打。将来我也想去奥运会得冠军。伫
伫巴西体操女将安德拉德打败美国对手拜尔斯，摕到巴黎奥运地板项目冠军了后，伊上早接受训练的圣保罗体操中心所释出的400外个培训名额，也伫2天内互抢定了。训练中心的壁顶，安德拉德美表身影也正做每一个查某囡仔要学习的目标。Nós já temos uma demanda natural, já é natural. E quando tem essas igual a Rebeca aparece no Mundial, ganha medalha, agora nas Olimpíadas, triplica. Eu me inspiro muito na Rebeca Andrade, porque ela é muito boa e ela é minha inspiração para mim estar aqui todos os dias, pegar ônibus. 马丁斯的母亲逐工透早4点就起床，专工带伊甲5岁妹妹坐公车来练体操，因拢抱着真大的梦想，希望有一天会当像安德拉德同款伫奥运舞台发光发热。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